扎西德勒，大家好。这一集我们来学三大金刚互不分离修持相关的藏文。我们继续来看达赖喇嘛尊者的教授。我读些呢，上帝就说要么着啥的，这是啥？这是个土木文别过去的，还是西周州州的？俺家这呢，下工上的讲，你西周呢，没得把我永住印象呢，送我那些人，我看到西周州州个上的的，都是没法儿见呢，这都上当上给西周。光的光都拍啊，送给要的。西周州这个，俺们老蒙古光的送当给要的。我那穿那个，西周桥少牛少少的，用下了单盘多多。是或者就是按照，而且呢，我是的，这上头的单人，或者，可是这个，累积个他的个些，把天人个都到上午大呀，大家判断了呀，得少判断，得少锻炼，这些东西现在的上大呀。安坐，安坐是前行，安是前面之前，着是行走，所以安坐就是前行。大卫的金刚我们之前学过了是几戒，所以几戒安坐就是以修大卫德作为前行。几戒安坐，讲到修持大卫的金刚，有讲到喜错扎住。喜是极尽的意思，错是愤怒，扎是合璧结合，住指的是修持去成就，所以喜错扎住就是极愤合修或者尽猛合修。喜错扎住，夏功，夏是在内心呈现显现响起的意思，功是串习修持，夏功指的是不用花长时间专注的定在某个修持的境上面，而是迅速的依次观想过去，在脑海里快速闪过每个修持的环节。打个比方说，我们现在想着从家里出发要到某个目的地，脑子里快速的想过沿途会经过哪些地方。修大卫的金刚时，即使仅依着次序迅速的观想过去，这种观想修也能让智慧如火旺般的增长。夏功，西是正行，在这边指的是正式正体的意思，习是基础基点，西就是正行。密集金刚之前我们学过是三对，所以三对西就是以修密集作为正行。讲到修持密集金刚，有讲到升起身坛城的本尊。身坛城藏语呢是履 gil， 履是身体， gil 指的是 gi core 坛城，履 gil 就是身坛城。Tim rim 是消融次第， Tim 是融入的意思， rim 是次第， Tim rim 就是消融次第，依次第融入。博敦是加强增强的意思。胜乐金刚我们之前学过了是得臭，所以得臭博敦就是以修胜乐金刚作为加强。种大是训练练习的意思。四喜四空我们之前有学过，嘎习是四喜，东习是四空，所以嘎习东西种大三多动瓦就是思维四喜四空的训练。好，我们再来复习一次。安坐，安坐，喜错扎住，
洗搓炸煮下工我是滤镜添rim薄墩中达直接按照相对我是地触薄墩直接按照相对我是地触薄墩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。再见。